中旅彩虹再次新上細5房嘅一個大單位，全新未入住過。Hello， 大家好，我係柳神道好盤即刻報嘅 Eric。咁今期咧，我哋又翻到嚟中旅彩虹呢一邊啦，同大家介紹翻一套二手樓。咁之前呢一套二手樓咧，我之前亦都有上過呢一條片嘅，但係嗰個單位咧係位於28樓01嘅一個戶型。咁佢嗰個單位而家已經賣咗噶啦。咁依家咧亦都係跟住上咗一個3棟8樓802嘅呢個單位。但係呢個單位嘅話咧，有人會覺得佢會唔會太低樓層？而造成個視野景觀唔好呢？咁今期呢，我帶大家就去睇睇佢呢個單位到底有啲咩吸引嘅。咁好老土講翻句，中旅彩虹呢附近嘅話，5分鐘呢，佢可以滿足晒你衣食住行所有嘅嘢，甚至你喺香港無論係旺角、太子、荃灣、葵涌，包括銅鑼灣，亦都可以一站式搭直通巴翻到屋企呢度樓下。咁如果你平時有啲咩頭暈身興咯，2分鐘嘅一個路程咧，去到我哋中山西區最大嘅一個3甲中醫院啦。咁包括咧，如果你平時買餸嘅話，落樓行3分鐘路，可以去到我哋金喜悅嘅一個街市場。樓下咧，亦都會有1+1，以及隔離條街亦都會有一個彩虹里嘅一個大型超市。咁如果係學區方面嘅話咧，當然我知道咁多嘅街坊其實冇需要學區嘅，但係要諗翻一個問題，如果後期唔住啦，想賣翻出去咧，學區呢一樣嘢就會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啦。咁學區呢邊中旅彩虹咧，亦都係讀翻西區小學啦，以及西區高中嘅。咁事不宜遲，我哋即刻上去睇睇呢個單位到底有冇咁靚先。嗱，咁上到嚟之後咧，同樣同之前拍嘅4座咧係一模一樣嘅，每一層咧佢有4房，然之後2個 lift。首先入門嘅話，左手邊呢度都係咁樣，會有個入戶花園，但係大家可以睇睇係咪叫啲窗氧化咗咧？其實唔係嘅，因為咧呢個單位業主買翻過嚟咧係基本上1日冇住過咁滯。咁佢為咗防止平時鐵雨整到呢度濕，所以咧佢做咗個膜，然之後呢個都係木嘅。咁其實如果後期你買翻落嚟嘅話咧，呢度亦都可以做翻玻璃，因為大部分呢度都會 set 為一個可關可開嘅一個玻璃。咁然後咧入門嘅一個鞋櫃，呢個定制嘅咧就開發商送嘅。咁業主基本上冇用過噶啦。咁呢個鞋櫃有咩好處咧？呢度可以擺鞋，咁下邊咧就可以擺啲拖鞋之類嘅。上邊嘅話，佢做咗一個到頂嘅話咧，亦都係隱藏咗成個電閘嘅一個總開關喺呢度。係啦，嗱，咁包括入戶門嘅佢嘅嗰個原始嗰把鎖佢都冇換過，所以你就知道呢個單位係真係基本上業主入手到依家為止係冇住過咁滯。嗱，入到嚟可以睇到咧，其實個廳咧係會比較邋遢啲，因為冇人住過。咁後至依家咧，其實都好多人係過嚟睇呢套單位。嗱，客廳出嚟呢個露台，俾我第一眼嘅經驗就係，佢即使係低樓層都好，你可以企喺呢個位，完全望到成個園林，係基本上冇任何遮擋咁滯。咁當然，其實會有啲人會在意咧，即係前面咁多樓，會唔會擋好多光線啊？嗱，咁其實我可以拍硬個心口咁同你講，係基本上唔會嘅，因為今日咧其實佢天氣唔係話特別好，我哋係啱啱停咗雨咁樣走過嚟影。其實今日係冇太陽，但係你其實可以睇到光線咧，佢係足夠嘅，並且其實呢一個園林，你低層睇翻園林反而會舒服，因為其實你望天空，講真，天空同樓係一樣嘅嘢，一樣係唔會變噶嘛。但係你園林嘅話，隨住1年4季去變化咧，佢嘅樹嘅顏色就會有少少唔同。咁當然咧，亦都會有人將呢一個位咧 set 為一個陽光花房，係完全冇問題。入到嚟客廳嘅左右兩邊，包括成屋嘅一個護牆板咧，全部都俾到你㗎啦，係啦。咁呢度就廚房啦，咁廚房3件套嘅，基本上業主冇喐過咁滯嘅咧。冰箱佢都唔會有配備俾你㗎啦，係啦。所以冰箱呢啲咁咧就需要自己買。咁呢度咧，佢會有一個生活露台。嗱，咁生活露台你都可以見到啦，天然氣佢都未做，熱水爐佢亦都未買，係啦。咁當然生活露台呢個位咧，望翻出去咧就睇翻我哋金喜悅嘅一個方向。咁其實可以睇到咧，其實有啲人咧買咗2樓呢啲咁嘅特色戶咧，自己做一個花園仔，其實好過癮。咁當然呢啲咁嘅低樓層咧，其實佢亦都有個好處就係話，你平時如果係打颱風嘅情況下咧，你亦都唔使驚啲窗吹到嘭嘭聲啊。基本上過渡嘅護牆板全部有晒。呢度咧就係作為一個客位。
咁客位嘅一個鏡櫃啊，其實開發商點樣交俾業主，咁基本上佢就冇喐過咁就㗎啦。咁佢就3個房間啦，呢一間房係比較細嘅一間房，咁佢就一般係要嚟設一個榻榻米，然之後作為長輩房啊，又或者係兒童房，亦都係完全冇問題嘅。望出去嘅景色咧，就同主露台底嘅景色係一模一樣，都係睇翻原廊嘅啫。咁呢一間房咧，佢亦都係構建咗類似書房嘅一個形式，即係你話諗住擺張1.8乘2米嘅床咧，就基本上冇可能噶啦。因為你如果屋企人多嘅情況下咧，就一般都要做翻個衣櫃咁樣嘅。咁呢度嘅景色就係望翻我哋中醫院嘅一個方向，係啦，包括我哋樓下嘅一個永東巴士站啦，亦都可以睇到主人房。咁咧，主人房佢係帶套間嘅，套間就喺呢邊。咁佢當然主露台望翻出去嘅話咧，就係睇翻園林。其實你喺度諗個問題就係話，你瞓醒係啦，喺呢度瞓醒望翻出去睇翻園林，睇到綠色嘅嘢，其實係好舒服嘅。咁後期嘅話，如果你唔中意呢啲碌架嘅話咧，大部分都會拆，係啦，因為你拆咗之後嘅話咧，俾你嘅視野感官係非常之靚。咁呢度就係廁所啦，咁其實廁所都冇咩睇㗎啦，同客廁係差不多一樣，係啦，佢就比客廁會細少少，但係就唔多。咁正常 design 就喺呢度做個衣櫃，一排櫃咁做過去，床咧就擺喺呢邊。咁廁所既唔會對住張床，咁你亦都可以將個空間利用得當。咁呢套單位嘅話咧，面積段嘅話，佢就係115.92嘅一個平方數。咁業主依家目前報價嘅話咧，就係160萬左右嘅。咁當然同之前我推薦嘅嗰套28樓咧，首先樓層係爭咗20層嘅一個高度，其次價錢咧亦都爭咗10萬。再加上咧呢個戶型嘅搶手程度嘅話咧，其實就業主就唔係話特別肯降低個價錢去買，所以咧如果有睇啱呢套單位嘅街坊嘅話咧，其實不妨掃描上面嘅 QR code，亦都可以喺 WhatsApp 或者係 WeChat 去聯繫我，提前預約睇樓。咁呢啲咁嘅單位買少見少，如果你都心喐嘅話，嗱嗱聲聯繫我，我係 Eric，我哋下期再見，拜拜。